仙人六伯，我其实并未参透。剑阵若奇阵，但奇阵上奇字可化散，可为消，而我的剑却多为散子。我真正需要的是一把箫。别打了，我这次只是来见你师傅的，去叫人吧。凭什么你想见就能见？你在他与练剑之间选择了练剑，在他与无双城之间选择了无双城。现在你倒有脸像哈巴狗一样的来见他？不一样，我这次来是要娶她。我让你娶个鬼！疯子，不过也好，这样才有些意思。我可不是什么杀人大魔头，退吧！不退！退！不退！骆明轩，这个名字我记住了。